啊，会说不能讲。啊，你又不给我票，你就最偏心他了。不然你想怎样？人家就高中生啊。高中生有什么关系啊？吃醋哦。怎样？整天耍白痴。你才耍白痴啊！你不要再用了。汉堡。好好。我会不会很重啊？哦，我男朋友怎么还没来？还是说我们先扶你去旁边休息一下？你先放我下来好了。没关系啦。哎，宝贝，你怎么这么慢？还好吗？谢谢。好痛啊！老边。那不是球球的男朋友吗？真假的？我们要不要跟球球说啊？